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6月初1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9篇，约伯记38章39节到39章12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第1节到第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是主题是圣神的恩赐。圣神降临节的当日，原本是咱讲罗港阶级的耶稣基督的门徒，竟然诚做语言的专家，讲到其他国家民族的方言，诚做圣神的同工带人来归主。这个现象，真侪人拢解说做圣神的恩赐，因为圣神门徒得到能力，互因不但无搁再惊吓，并且有特别的恩赐能力来服侍上帝。换一个角度讲，如果若无上帝，无有圣神，咱就无法度处理足侪的状况，特别是当咱面对人生的问题的时阵，有人讲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头。耶稣基督嘛安尼教导军队者讲，人是无法度的，但是伫上帝却毋是安尼，因为上帝凡事拢会使。约伯记38章39节到39章12节，咱搁再次看到对圣经中间看到上帝挑战满埋怨的约伯。上帝安尼讲：狮仔跍伫洞中或者是伫穴中埋伏，你会当为着狮仔某来食物吗？你会当互狮来霸将吗？当乌鸦甲妖蛾因为妖蛾飞来飞去，当细只的乌鸦我哀求讨食，什么人会当甲伊饲饱？你知野山羊什么时阵出世？你看过野鹿生产吗？因怀胎偌久？因什么时阵生产？你知吗？你知影因伫时跍落来，将幼儿生落来，因的幼囝伫风波渐渐来大汉，来奔跑，无搁再倒转来。什么人甲野驴仔放走？什么人偷开绑伫因的锁？我伫旷野甲因做大的所在，互因住伫炎地，因离开城市的吵闹，无受到人的命令。山底野的是养饲因的牧场，因伫迄个所在找到青翠的食了。野牛肯为着你服侍吗？伊愿意伫你的座内过暝吗？你用绳仔诱因来犁田，叫因伫田里压肥。你会当倚靠因的力量，将粗重工作交互因吗？你会当来倚靠伊，将你的收成带转去厝里，替你收谷场的这的收成吗？保罗伫写互哥林多教会的批信中间，提到着圣神的恩赐。圣神的恩赐就是要来用伫敬拜主耶稣基督，见证主耶稣基督，并且服侍上帝。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2章第1节到第3节安尼讲。兄弟姊妹，关系圣神的恩赐，我爱恁了解。恁知恁要是伊教导的时，出世伫人带去拜袂讲话的偶像，所以我爱恁了解。所有爱上帝的神感动的人，无人会讲耶稣着受咒诅；若无受圣神感动，嘛无人会讲耶稣是主。诗篇29篇，天界大能者的正经字，着将主所应允该有的荣光来归乎伊。
着归互伊，着将上主的名应该有的荣光归互伊。存圣洁的心敬拜上主，上主的声伫水面底响。阳光的上帝起雷大弹，上主临在伫海洋顶面。上主的声有大气力，上主的声威严满满。上主的声拍击北香树，上主拍碎黎巴嫩的北香树。伊互黎巴嫩着跳亲像牛仔囝，互黑云山着跳亲像野牛仔囝。上主的声互死那闪死，上主的声互旷野摇动。上主互加底斯的旷野大震动，上主的声互鹿母着惊生产，互树林内的树叶落甲光光光，所有伫伊殿内的人拢发光，荣光归上主。上主设宝座伫大水顶面，上主做王到永远，上主赐气力，互伊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，互伊的子民。阮求上帝帮助阮明白圣神恩赐的意义，也互阮用服侍上帝、服侍教会做志愿，毋是追求彰显家己的能力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